Hello，我係鍾端玲 Deborah 喺 Buffalo 嘅，好高興同大家探討一個問題，就係聖經係咪可信嘅呢？聖經話咧，人類係神直接創造出嚟嘅。聖經話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哋嘅形象，按着我哋嘅樣式做人，即係話咧，我哋係似神嘅，貓啊狗啊就唔似啦。神咧就想同我哋建立親密父子咁樣嘅關係，成為神嘅孩子咧係最大嘅福氣。但係咧又有另外一個諗法喎，就係進化論啦，即係咧由猿就變咗做人，中間咧嗰啲唔三唔四嗰啲咧就稱為猿人，又叫做中間體啊。呢中間呢個四個稱為猿人咧係畫出嚟噶呢啲中間體都係缺失或者係虛構嘅。進化論咧主要係達爾文整出嚟嘅。佢呢個圖咧就話下邊有一個單細胞啦，咁樣咧變就變咗各樣嘅植物同動物，但係佢冇考慮第一個生物體係點樣形成嘅。而家咧就有人咧將佢呢個圖咧改良咗，就係咁，就唔係一個點開始，有幾個點開始，但係咧概念仍然一樣，就係變。科學咧無法解釋非生命點樣轉化成為生命。我哋基因咧就 DNA 啦，係分子嘅資料儲存。DNA 喺細胞核中咧包含大量嘅信息，就係遺傳嘅密碼。每個生物都有佢嘅 DNA 嘅，咁多生物，咁啊需要非常多嘅數字信息咯，仲要咧無限嘅算法。基因咧喺物種間差異好大嘅，即係貓啊狗啊差異好大嘅。進化咧必要仲有重大嘅基因嘅突變先至得。呢度咧就講到基因嘅突變啦。左邊就係正常嘅，右邊咧就係突變咗嘅，好似爛咗啲咁。變啦！最左邊咧就係正常嘅基因，一路變向右變下咧就變咗惡性嘅細胞，就係癌症啦！不得了啊！嗱，進化咧應該會導致改進噶嘛，但係進化嘅機制即係突變咧係好有問題嘅。第二，植物同動物咧都係神直接創造嘅，呢個係聖經所講嘅。聖經話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同埋結種子嘅菜蔬，並結果子嘅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事就這樣成了。咁啊有各種嘅果子啦。嗱，植物咧係最早被創造出嚟嘅生物，即係早過動物嘅。同而家嘅科學係相符噶。植物有一樣好叻嘅咧，就係喺光之下咧，佢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同埋水，就變有個化學作用，就變咗氧氣。所以咧，佢哋係吸二氧化碳，釋放氧氣嘅。但係動物咧就啱先相反，吸入氧氣就呼出二氧化碳。兩者合埋啱啱好。所以咧，神喺創造動物之前創造咗植物咧，係好有智慧嘅。光合作用要有太陽光之下先至得，咁夜晚就冇太陽光啦。啲植物咧就有一個稱為呼吸。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呼吸咧就係相反嘅。佢咧係吸入氧氣，呼出呢個carbon dioxide 嘅，即係二氧化碳嘅。所以咧，如果你行森林咧，就最好日間行唔好夜間行啦。魚同埋雀仔咧係神最早創造嘅動物。雀仔都可以坐喺植物上噶喎，幾好啊！所以有咗植物先至有雀仔，係好嘢。咁魚咧就喺水中生活噶嘛。
原來水中嘅氧氣含量係非常低嘅，呢啲1/1000咁之類啊，好低嘅。咁點樣可以夠氧氣維生咧？咁啊，佢哋灌水啊，擘大個口，啲水就入啦。合埋個口，開咗個腮嗰個蓋，咁樣咧，嗰啲水就排出嚟啦，即係又入又出，係好犀利啊！咁個腮咧就吸嗰啲氧氣。神又話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所以牲畜、昆蟲、野獸神亦都係直接創造嘅，呢個係聖經所講嘅。唔止係整咗呢啲嘢就好靚嘅，好有藝術嘅。好，第3點就係有另一樣嘢。最後即係神創造咁樣嘢啦，最後咧就係創造人啦。第一個人就叫做亞當。聖經話耶和華神用地上嘅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喺佢嘅鼻孔裏邊，佢就成咗有靈嘅活人，名叫亞當。體係一份啦，咁啊靈又就另外一方面啦。體係一個物質嘅部分，靈咧係一個非物質嘅部分。靈咧係用嚟同神互動嘅，唔係透過我哋頭腦幾叻同神互動嘅。當我哋離開呢個世界之後咧，我哋嘅靈仲喺樹噶。第4，宇宙係神嘅創造，亦都係聖經所講嘅。呢行星包括地球咧，就繞住太陽移動。聖經咧又有講呢一方面喎。話神坐喺地球大圈之上，地上嘅居民好像蝗蟲。又話神將大地懸喺虛空，同而家嘅科學係相符嘅。地球圍住太陽行一圈就一年啦。地球嗰個南北軸咧係一個角度嘅，因此咧就產生咗4季啦。呢個角度好緊要，係23.5度以至我哋咧有春夏秋冬。呢個設計好犀利啊！聖經又話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做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喺天空，普照喺地上。又係同現代嘅科學相符嘅。聖經話自從造天地以來神嘅永能同神性係明明可知嘅，雖是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第5，創造嘅過程，聖經講得好清楚。正話我都講咗一部分啦。呢個創世記喺邊個寫嘅咧？就係摩西。摩西咧係好耐以前嘅人啦。1400 BC 喎。即係3500年前嘅人咁上下啦。好耐。咁嗰陣時啲科學水準好低嘅啫。摩西又唔係搞科學嘅。咁點樣佢會寫到咁清楚一啲步驟咧？咁係神俾佢嘅啟示，唔係佢叻啊。創造嘅過程得到事實同埋觀察嘅強力支持。科學咧太有限，無法完全證明創造嘅過程。第6，挪亞洪水。聖經講到洪水持續時間係300日，跟住咧挪亞一家留喺個方舟裏邊，等出邊乾啲先至出去，有70日。咁呢個係聖經詳細嘅時間表。左邊咧就係亞當咧，咁一代代落嚟，去到挪亞。咁咧洪水咧就係公元前2348年嘅事。慢慢乾啦，正話話乾嘅時候咧就有沉降啦，即係嗰啲雲水咧就慢慢沉，咁啲泥就喺下邊，水喺上邊。啲沉積岩就形成喺洪水後嘅乾燥期。呢個大峽谷啦，你見到橫橫嘅咁嘅山咧，就係
沉積岩啦。原來地球陸地嘅表面嘅73%咧係被沉積岩覆蓋㗎。挪亞洪水應有嘅後果被考古證實。當洪水時咧，大規模嘅死亡發生，因此化石啊都係完全形成嘅，唔係從以前嘅形式進化而來嘅。大部分嘅化石咧都喺沉積岩中嘅，簡單同複雜嘅生物咧都混雜喺一起。呢個就係黑海啦。嗱，北邊咧就係烏克蘭啊。黑海本來咧就細啲嘅，就係深色嗰部分。咁但係咧洪水犀利啊嘛，就變咗連埋淺藍色嗰部分就大咗好多啦啊！咁仲咧啲水沖到去咗一邊地中海，地中海係鹹水海，因此咧黑海咧就本來係淡水海就變咗做鹹水海。咁喺左邊橙色嗰橛咧呢度橙色嘅呢一段咧就從前啊就係陸地，而家係海。咁咧所以咧就啲考古學家咧就想去嗰度啦因為嗰度以前有土地啊嘛。咁樣佢就喺海底啊嚟到考古真係睇到好多嘢呢啲各種形狀嘅天然唔係天然嘅嘢發現到動物嘅骨骼、石器、人骨，仲各樣嘅物體。挪亞嗰隻方舟咧有3層，係用木頭做嘅。方舟嘅尺寸咧就係呢度寫住呢個咧係使用聖經中嘅設計建造嘅模型。你睇下嗰啲人好細粒細個嘅，呢個好巨型嘅挪亞咧就靠住神俾佢嘅設計就做咗呢個方舟。但挪亞唔係工程師係一個農民嚟噶但係佢好聽神嘅話。創世嗰度話你要用歌斐木做方舟，分一間一間咁做，裏外抹上松香，松香即係瀝青用嚟防水同埋表面強化嘅咁咧挪亞真係做咗咁大尺寸嘅方舟，又抹晒瀝青咁洪水過後咧，方舟就停喺阿拉納山上。呢個係聖經所講嘅。呢個山咧就喺土耳其嘅東部，呢個紅色嘅三角形嗰度就係啦咁出邊乾咗啦，咁樣咧就挪亞一家咧就落山啦因為個船喺山頂啊嘛咁樣落咗山之後咧，第一件事挪亞一家咧就敬拜神，亦都獻祭嘅。漢字咧有5000年嘅歷史，其中一個字咧就係船右邊係8口喺方舟裏邊咧就有挪亞2公婆、3個仔、3個新抱，夾埋咧就係8個人所以好得意中國人咧咁多年可能5000年就知道呢件事，所以船咧就係8口。咁整下咧，啲人咧就越嚟越叻啦仲驕傲添我要起一個塔可以通到去天堂嘅。哇，咁口響喎呢個叫做巴別塔，咁就得罪神啦因此咧神咧要佢哋分散。咁挪亞3個仔就分散去3個嘅方向其中閃呢個仔咧就向東遷移嘅，就去咗亞洲啦有一個字就係遷，遷咧上面係西，係從西邊遷過嚟嘅苗族咧係最早定居喺當今中國嘅民族之一佢哋嘅歌曲咧描述咗洪水噶亞拉納山咧就係嗰個方舟停咗嗰度啦真係見到呢個咁嘅嘢尺寸咧就接近聖經所描述嘅方舟方舟咧可能就係停喺呢度好，第7死海古卷
先知以賽亞係公元前7世紀嘅人佢寫咗一本書，而家叫做以賽亞書，係聖經嘅一本書。嗰陣時咧冇印刷呢樣嘢，所以咧就用手抄嘅，一代一代咁樣好仔細咁手抄嘅聖經咁咧就喺死海即係以色列東邊嗰處咧，死海嗰度咧就揾到啲手抄本就喺嗰度附近咧有啲咁嘅山啦，就有啲山窿，就喺山窿嗰度咧揾到嘅。呢個係最早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以賽亞咧係7世紀公元前最早呢即係啲手抄本好多嘅，最早嘅就係公元前3世紀。當然啦，呢個係手抄本，唔係以賽亞親筆寫嗰個卷但係咧個內容同聖經相符嘅喺1946年至1956年揾到嘅，喺死海附近嘅洞穴中發現有11個洞穴中藏有900多份手稿，係用希伯來話寫成嘅，包含咗整本嘅以賽亞書，只有少數嘅細部分咧受損，寫咗喺17張羊皮紙上，就咁樣喺以賽亞書呢個咧就係發現喺1947年，係啲牧羊人就走入去嗰個山窿路咧就揾到寫呢個揾到咧呢個咧寫成喺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之間嘅，即係呢個揾到啲手抄本幾時手抄咧就係呢個期間當然咧唔係以賽亞咁早啦，但係咧係同而家嘅聖經好相符嘅。第8啦，聖經詳細嘅時間表即係咧亞當幾多歲就生邊個，邊個幾多歲又生邊個，一路咁多歲加埋落嚟咧，大約係6000幾年嘅人類嘅歷史，咁好似好短喎，人類歷史6000幾年係咪㗎咁樣所有嘅有機體，不論係植物同動物咧，都有有機嘅分子嘅，好似糖類、蛋白質、脂肪等等啲所有嘅生物嘅分子咧都含有碳呢個原子嘅，好似呢個圖咧，呢個分子黑色嗰啲波波咧就係碳原子啦。當一個有機體，不論係植物同或者動物死咗之後咧，佢個碳就開始衰減啦。點解會衰減嘅咧？因為咧有不同類型嘅碳原子共存嘅。左邊咧就係碳12，呢個係主要嘅類型，係冇放射性嘅。右邊叫做碳14咧，係不主要嘅類型，但係有放射性嘅。咁因為咁樣咧，碳14嗰啲原子咧就有放射性，咁咪放射啲輻射出嚟，咁就一路衰變啦。通過測量發射嘅輻射量就可以算出放射性原子嘅數量。好啦，咁植物動物咁點樣會有碳14嘅咧？咁咧，因為咧有碳14就佢二氧化碳咧，即係中裏面嗰啲碳咧，又有啲係碳14啦。所以植物咧就吸收咗二氧化碳，就變咗有碳14咯。咁動物咧就食植物喎，咁動物咧咪又有咗啲碳14咯。但係當個動物死咗之後咧，佢就唔再食嘢啦，所以咧碳14就唔再增加因為輻射咧就一路減少。如果不久之前去世咧，就輻射仲好多嘅，但係如果好久以前過世嘅咧，輻射就變咗少啦。咁呢個圖咧就係講到嗰啲剩餘嘅碳14點樣慢慢衰減。
喺5730年咧就冇一半嘅，咁啊稱為半衰期，咁一個半衰期咧就減一半，又一個半衰期咧又減剩餘嘅一半，咁樣一路減落去，死後咧植物同動物都唔再獲得更多嘅碳，透過測量剩餘嘅碳14嘅數量咧，就可以估計呢個生物體喺多長時間前死亡。咁呢個圖咧就伸展到10個半衰期，即係57000年。你睇下咧，咁5萬幾年咧，就係剩餘嘅碳14差唔多係0啦。0即係話冇嘢睇，冇嘢睇咁即係測唔到啦，唔知道幾耐啦，所以碳測年係有困難嘅，超過1萬年，特別係超過5萬年咧係不準確，仲有污染啦，仲有為咗計算年齡咧，就需要比較樣本中嘅碳14含量同開始時嘅碳14含量，但係咧不足夠知道開始時有幾多碳14。仲有碳14同碳12嘅比例因時間同地點而不同嘅。燃燒煤就產生二氧化碳啦，核子嘅試驗咧又增加碳14喺大氣中嘅。化石係支持創造而不是進化。化石咧係完全形成嘅，冇任何進化史嘅，來來去去嗰棚骨都係咁款。化石保持不變。呢個咧就係稱為猿人，喺印度尼西亞嘅爪哇嗰度掘到出嚟嘅。佢哋報道咧係距今117000年咁耐喎。我正話5萬年已經冇嘢睇啦。佢呢個話117000年，點解咧？原來咧佢哋咧就係測嗰個骨頭側邊嗰啲石頭咁石頭咧有幾不同嘅元素，咁咧就可以多啲嘅方法，唔使用碳14，多啲嘅不同嘅方法嚟到測，咁佢就測嗰啲石頭，即係假設化石同埋附近嘅岩石具有相同嘅年齡，呢個係假設嘅。點解佢哋咁假設咧？就係咧上面就係現代嘅地面啦，越深咧就越老，呢一層層叫做考古層，就同一層就同一個歷史時期，呢個係假設啊。點解我話係假設咧？因為挪亞洪水啲水沖到不得了，你骨頭舊嘅骨頭、新嘅骨頭，啲石冚唪唥沖，咁你仲邊度有一層層話同一層就同一個時代咧？咁我同我先生咧就去參觀西安博物館，嗰度咧就陳設咗一個骨頭叫做猿人。咁我就問嗰個導遊啦，點解叫佢做猿人啊？咁佢話：哎呀，好老噶咯，咁即係話咧，老就係猿人，猿人就係老，就循環推理。第9，上帝先創造咗光，後來先至創造植物動物咁樣。聖經話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係講就得噶啦，唔使話撈咩就有光出嚟，唔使嘅。光咧係一個波所以咧有一定嘅速度傳播嘅，因此有咗光就時間有咗定義啦。因為有速度傳播咧，就距離同空間咧都有咗定義啦。仲有咧，光係一個電磁波，有電場亦都有磁場嘅，因此能量亦都被引入。所以光咧體現咗時間、空間同埋能量啊。所以神一開始就創造光咧，係好有智慧嘅。聖經話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啊！中國啲字又好妙喎，做呢個字咧有個告喺度啊，告即係講啦，就講就得噶啦，就做創造啦，講就得噶啦。
即係講咧神嘅説話好偉大嘅聖經話耶穌醒咗，斥責風向海説：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地平靜了。耶穌又係講，佢就平靜風浪啦。BB 仔出生就具有學習任何語言嘅先天智力。3歲前學習語言咧嘅能力係最高嘅，呢個係神俾使呢啲嬰孩特別嘅呢個智慧，因為佢知道講嘢語言係好緊要，唔單止語言仲可以唱出嚟唱出嚟咧係可以用啲詩歌嚟到讚美神啊嘛。呢啲黑猩猩就冇呢個能力啦，冇語言，亦都咧冇得唱出嚟。第10，神蹟。耶穌做咗好多嘅神蹟，其中一個咧就係把水變酒。水同酒嘅化學成分係不同嘅，咁點樣可以由水變酒咧？咁有靈界，亦都有物質界。靈界咧係可以超自然嘅，物質界咧只限於自然嘅。神係個靈耶穌咧趕走附喺呢個男孩子身上嘅魔鬼，趕走魔鬼呢個係靈界嘅工作科學咧考慮物質界，但不能考慮靈界，亦不能考慮超自然嘅力量。耶穌將水變酒咧，呢個係超自然嘅耶穌斥責風浪，平靜風浪，呢個亦都係超自然嘅。耶穌嘅母親處女懷孕，亦都係超自然嘅。耶穌復活係超自然耶穌趕走魔鬼亦都係超自然嘅神話要有光就有光，亦都係超自然嘅。科學咧就有呢個定律，係物質守恒定律咁如果你燒啲煤你開始幾多重，收尾又幾多重，你吸住佢個以致咧嗰啲氣體不能走出咁咁就之前之後都係一樣嘅重量，就係叫做物質守恒定律仲有能量都係守恒嘅噃。呢個騎單車上山咁要能量入啦，然後你落翻嚟就能量出嚟啦，咁亦都係守恒定律係能量。因此咧兩樣都係能量同埋物質就係愛因斯坦咧亦都係咁話能量同物質係等價嘅呢個公式就係佢個公式因此咧物質同埋能量都係守恒定律即係咧宇宙中嘅物質同埋能量嘅總量係恆定嘅。佢哋既不會被創造，也不會被毀滅，無中生有係不可能嘅。超自然嘅力量先至可以繞過呢個自然嘅法則。宇宙嘅起源必涉及超自然嘅力量神蹟好似醫病趕鬼咧，必涉及超自然嘅力量。11預言，聖經好多嘅預言都被應驗咗預言以色列被巴比倫征服巴比倫征服以色列喺公元前609年，並且擄走咗啲猶太人。先知以賽亞咧喺擄走前80年咧就做咗呢個預言啦。聖經咧講到10誡第一誡咧就話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但係嗰啲以色列人咧好曳就拜呢個牛。你見到上邊咧嗰隻牛要崇拜偶像連個皇帝都一齊癲，咁樣咧就得罪咗神呢個好嚴重咁咧以致咧以色列咧就係結果係亡國嘅呢個圖綠色嘅就係以色列啦，上邊橙色嘅就係巴比倫啦咁咧巴比倫征服
以色列咧就係公元前609年，咁所以除咗耶路撒冷嗰粒仔咧，全部都係橙色嘅呢個圖。耶路撒冷仲未被征服，其他都征服晒啦。咁整整下咧，連嗰粒仔耶路撒冷咧都會變咗橙色。喺公元前586年啊，耶路撒冷咧陷落於巴比倫啊。係耶路撒冷有聖殿啊，聖殿啊都被焚，你話幾緊要啦？又預言波斯啊會征服巴比倫啊。以賽亞又預言波斯王居魯士將會征服巴比倫帝國。以賽亞咧喺居魯士出生前150年就做出呢個預言。呢個圖咧，巴比倫已經食咗以色列啦。巴比倫就係深紅色，佢北邊咧就係波斯啦，係淺綠色。喺波斯嘅居魯士大帝喺539 BC 咧就入侵巴比倫。呢個圖咧就係就未曾入侵，所以巴比倫仍然係深紅色。呢個圖就未曾佔領巴比倫嘅。又預言以色列咧服侍巴比倫王70年。耶利米先知話，這些國民啊要服侍巴比倫王70年，即係巴比倫攻陷咗以色列之後咧，就擄咗啲以色列人去巴比倫，咁咧啲以色列人咧就要服侍巴比倫王70年，咁樣預言。呢個咧就係巴比倫帝國嘅首都，叫做巴比倫，好靚嘅。以賽亞書話巴比倫啊，素來為列國嘅榮耀，為加勒底人所矜誇嘅華美。但係咧，巴比倫帝國非常之殘酷啊，特別對以色列人咧，好殘酷。以色列人咧遭受咗巨大嘅苦難。神知道，於是咧巴比倫咧，結果亦都係被征服。呢個圖咧就見到巴比倫嘅空中花園啊，係好靚嘅。但係以賽亞書話，必像神所傾覆嘅所多瑪、俄摩拉一樣。呢個神傾覆所多瑪、俄摩拉咧，又係呢個以前好多年嘅事情，係亞伯拉罕時代，大約2170 BC。好耐以前嘅事，就係咧呢所多瑪、俄摩拉做咗好多啲衰嘢，得罪咗神，神咧就用硫磺同火毀滅呢兩個城市。呢兩個城市咧就喺下邊紅色嗰個圓圈果樹喺死海到南邊嘅。而家就變咗咁樣真係神嘅毀滅。所多瑪、俄摩拉到而家仍然係咁款。咁波斯咧就征服巴比倫。呢個咧就係巴比倫嘅遺址，喺而家嘅伊拉克。又係咁樣。神咧毀滅啦，就係徹底嘅毀滅，長期嘅毀滅。神嘅憤怒咧係好犀利嘅。咁波斯咧就要侵略巴比倫啦。咁咧就食咗巴比倫啊，咁冚唪唥咧都係藍色啦。就喺公元前539年，巴比倫咧陷落於波斯。神要咁樣，因為咧佢唔中意巴比倫咁殘酷嘅對以色列人。經話講過啦。耶利米咧就預言以色列服侍巴比倫王70年啊嘛，真係70年喎。因為539年加70就係609年，真係70年服侍咗巴比倫嘅。咁再落啦，再遲下咧就羅馬帝國犀利啦，就食晒所有嘅冚唪唥紅色。耶穌咧就喺羅馬帝國嗰個時代，耶穌咧又有預言嘅。佢預言聖殿啊將會倒塌。真係就喺
耶穌被釘十字架後30幾年，即係70 A.D. 咧，羅馬士兵咧就圍攻耶路撒冷，好慘啊！嗰個聖殿呢個係第二次嘅，即係第一個已經冇咗啦，呢個第二次起過嘅，又被毀滅啦，就係好慘嘅一件事情。70 A.D. 耶穌咧亦都係預言呢件事。有一個預言咧就係以色列復國。耶利米書話：耶和華說，日子將到，這城必為耶和華建造，不再拔出，不再傾覆，直到永遠。以色列國咧喺1948年，即係個王國覆滅咗2000年後復國嘅。1948年就復國啦。要建造啦、建設啦，就有9個郊區嘅建設。喺耶利米書講咗呢19個郊區嗰個建設點樣順序咁建設。咁以色列國喺1948年咧復國咧，9個郊區嘅建設完全按照耶利米預言嘅地點同順序進行嘅。左邊咧就係嗰個以色列啦，嗰個國土啦，右邊咧就係嗰9個郊區。有預言耶穌誕生地，大約喺公元前700年，大約喺耶穌誕生前700年咧，先知彌迦就將伯利恆呢個小村莊咧命名為以色列未來彌賽亞，即係耶穌嘅誕生地。呢個圖咧，伯利恆就喺下邊啦，南啲啦。但係咧，瑪利亞約瑟咧唔係住喺嗰度嘅，住喺北邊呢個拿撒勒嗰度。兩個咧就係70英里咁樣分開嘅。咁樣點解無端白事就由北邊就走到去南邊生仔嘅咧？原來咧嗰時羅馬個皇帝咧就下令，整個羅馬帝國嘅進行人口調查，要求人們咧都前往祖籍地進行登記同埋納稅。咁約瑟咧就係大衛嗰條線落嚟嘅，大衛個鄉下就係伯利恆，所以約瑟咧必須咧要去伯利恆，就從拿撒勒去伯利恆。耗時咧至少5日嘅，好唔簡單啊！嗰時咧瑪利亞已經身孕好重啦，咁樣去結果咧就去到伯利恆就誕生咗耶穌。又預言耶穌被出賣嘅，撒迦利亞先知就預言佢咧喺公元前5世紀就預言耶穌咧將被出賣，係以30塊銀子，結果真係耶穌嘅母親處女懷孕，呢個係超自然，係呢個預言係應驗咗。耶穌復活係超自然，預言亦都應驗咗。好多好多嘅預言講唔晒咁多。舊約時代就係基督前，新約時代喺右邊咧就係基督後。好多預言咧就喺舊約，因為好多預言都係講到耶穌嘅，就講唔晒咁多啦。預言一邊，新約就係應驗，預言有應驗咁樣嘅。聖經都係神所默示㗎。唔係話嗰啲先知好叻預言又實現，唔係先知叻而係咧先知咧得到神嘅默示。12，聖經並非數學著作聖經咧喺列王記上講到所羅門聖殿裏邊一個大型嘅圓形水池嘅尺寸，咁呢啲尺寸咧就可以話嗰、嗰個派係3，而唔係3.14159。咁
聖經唔係數學書嚟噶嘛，咁佢唔話3點1 4 1 5 9，就係因為佢唔係數學書啊。第13咧，聖經唔係科學著作嚟噶，聖經咧並非科學嘅著作啊，佢冇化學公式，亦都冇科學嘅分析啊，但係佢包含嘅科學真理咧，直到近代先至被人理解嘅啊。14就係歷史啊，聖經咧包含咗跨越數千年嘅寶貴歷史，歷史非常真實，包括光榮同不光榮嘅行為都有記載。例如咧，耶穌嘅祖先中有一個曾經係妓女，都有記載啊。耶穌時代有一個史學家叫做約瑟夫斯啊，佢咧寫歷史書啊，就寫耶穌係一位智慧有德行嘅老師，擁有眾多追隨者，卻被彼拉多釘死喺十字架上啊。咁耶穌係一個老師，有智慧有德行佢有好多嘅寶貴教導，好似話要愛你嘅仇敵，為嗰啲逼迫你嘅人禱告啊。佢有好多嘅追隨者啊，收尾咧係俾彼拉多審啊，然後判釘十字架結果就釘十字架即係歷史同聖經嘅記載係一致嘅。第15，聖經嘅目的係要向神創造嘅人傳達神嘅信息啊！聖經唔係一本百科全書譬如話你買咗一個 air fryer， 你又要睇睇個說明書想知道點樣使用呢個機器啊嘛懂得如何生活遠比懂得知道呢個 air fryer 點樣用更重要啦聖經就想我哋知道神嘅心意，神嘅心意咧又叫我哋知道乜嘢係啱，乜嘢係唔啱，點樣行人生嘅路程譬如話通姦係唔啱嘅乜嘢啱乜嘢唔啱咧神咧亦都講得清清楚楚喺聖經嘅入邊北京有個天壇啦其中一間屋咧裏邊咧就有一個中間有個牌寫住皇天上帝冇偶像嘅皇天咧就係最高最高嘅天天咧呢個字就係下邊係大，上面係一，係最大係一個嘅天就係神啦讀聖經咧要心存敬畏讀聖經之前禱告咧係會有幫助嘅同其他人一同研讀聖經咧係有幫助嘅希望認識神更多希望從神咧獲得智慧，神嘅智慧比我哋嘅智慧高好多噶仲希望明白神嘅旨意希望神咧指引我哋嘅人生旅程，順應神嘅旨意會帶來有意義嘅人生。希望自己知道離開呢個世界會去邊度呢神嘅話係活潑嘅，係有功效嘅，與其他所有嘅書籍都不同就係好似一把劍咁，真係咧剖開我哋嘅魂靈骨節好似咁犀利咁樣我哋嘅思念咧都可以得到改變嘅神可以透過聖經嘅經文同我哋溝通，同一節嘅經文重複閱讀可能會帶俾我哋不同嘅啟發。不要以為通讀全本聖經就搞掂啦，結束咗對聖經嘅研究啦，唔使再睇啦。唔係因為聖經係活潑嘅，係神嘅話語。願你透過讀聖經咧，更加經歷神。神造人嘅目的就係神想愛我哋，並被我哋愛。願神祝福你。